查看了一堆西藏攻略，還是霧煞煞，因為你查到的全都在抄來抄去。西藏什麼時候去最美？要走珠峰路線還是林芝路線？今天一次幫你講清楚。西藏面積超大，海拔又高，一次絕對玩不完，至少要來2到3次。第一次來，直接選這條最經典的路線——拉薩洋湖。日客則珠峰8日精選行程，聖城、聖湖、冰河世界最高峰，自然美景與人民信仰一次滿足。出發季節絕對不能選錯，6到8月風景最漂亮，9到10月珠峰能見度最高，3到5月 CP 值最高。8天經典行程幫你排好，拉薩適應高原布達拉宮、大昭寺洋湖、冰河珠峰大本營返回拉薩，輕鬆不趕場。西藏很安全，高反並不可怕，只要放慢節奏，充足休息就能順利適應。2到6人精緻小團，8天行程，車資、住宿、早餐、導遊、氧氣全都包含，不用再煩惱細節。第一次進藏就選珠峰8日小環線，省心又不踩雷。懶得做攻略，留言區打西藏，2到6人小團隨走隨停，帶你玩遍最療癒的西藏。